现在即位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7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，创世纪27章第1节到17节，罗马书第7章第7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行好还是骗。基督信仰强调得到福气，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就是福音啦吼。基督徒就爱领受到好的祝福，但是同时嘛，必须要有好的生命。追求祝福必须要有正当性。咱伫这个创世纪27章第1节到17节，看到迄一对拄出世的三生的兄弟以扫甲雅各，特别是因为雅各伫妈妈的倾向的下面企图心非常的强，对老爸以撒年老的时阵呢，就安尼为着争取祝福，就来假做是大囝来骗取这个祝福。以撒年老目睭花有会看见，就叫伊的大囝以扫来，对伊讲：我的囝，伊应讲我伫遮。以扫讲：我真老啊，毋知倒一日会死。但举你拍拉的家私，就是糋地甲羹，去野地甲我拍拉，将我爱的口味煮来互我食，互我还未死以前通甲你祝福。你要敢有听到以撒对伊的囝以扫所讲的话？以扫去野地拍拉，要带拉米倒转来。你要敢就对伊的囝雅各讲：我有听到你的老爸甲你的兄哥以扫讲，你去掠肉物来倒来煮互好食，若芳来互我，我还未死之前，来伫上主的面前甲你祝福。我的囝，你着听我的话，照我甲你讲的去做。你去羊群遐掠2只肥的山羊仔囝来，我要照恁老爸下伊的口味煮互伊食。你放去互你老爸食，通互伊伫还未死以前甲你祝福。雅各对伊老母特别甲讲：毋过我的阿兄规身躯拢有毛，我的皮肤光骨。我的老爸若望着我，就会知我得甲伊骗。伊老母若袂当得伊安尼来得到祝福，颠倒受到咒诅。伊老母讲：我的囝，你若受咒诅，我来承担。所以你听我的话，去掠羊仔来互我。雅各就去掠羊仔来互伊的老母，伊的老母就照伊的老爸下伊的口味来料理。你要甲个满大囝以扫收伫厝内好的衫，互伊的细囝雅各穿。伊阁用山羊仔皮包雅各的手甲颔领光骨的所在，然后将伊煮的料理甲饼交互伊的囝雅各。虽然上帝依然照着以撒的祝福来祝福雅各，但是伊的人生却无亲像表面同款一帆风顺啦吼。也亲像保罗看免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教导，嘛提到着律法罪、贪心以及人的矛盾。这个教导今仔日也咧提醒咱现代基督徒吼。咱要爱怎样用好的生命来回应，来追求上帝的祝福。罗马书第7章第7节到20节，保罗的教导你讲，安尼咱要讲什么？律法是罪是无？绝对毋是。不过若无律法，咱就毋知什么是罪。律法若无讲毋通贪心，咱就毋知什么是贪心。罪利用改变找机会，伫我的心内引起各款的贪心。无律法，罪就无作用。以前无律法，我嘛得活改变一个来，罪活起来，我就死去。对我来讲，
本来要互人我的界面颠倒，互人死。因为做利用界面找机会欺骗我，嘛利用界面害死我。所以拄脱是神圣，界面嘛是神圣、公正、佮是良善。那安尼讲，迄个良善的害死我是无？绝对毋是，是做利用迄个良善的害死我，互罪恶的本质显露。安尼做利用界面，互伊极其恶毒的本质搁较显露出来。咱知律法是属灵的，毋过我是属肉体的。已经出卖互罪做奴隶，我无明白家己的所做。因为我爱做，我无去做；我无爱做，颠倒去做。我若做我无爱做，就是承认律法是好。安尼在做我无爱做的，毋是我，是点伫我内面的做。我知伫我的本性内面无良善，我有做好的意愿，毋过无做好的气力。所意爱的是好，无去做；我无意爱的歹，我颠倒去做。我若做我无意爱的，就毋是我本身在做，是点伫我内面的做在做。这段的教导，咱会当用雅各书第2章的经文来回应：信心若无好的行为，就是死的。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。查某囡仔着斟酌听，详细想，着袂记记你的百姓甲你老爸的家。王会乱无你的水，伊是你的主，你着顺服。太后的人民送来的礼物，百姓中好野的人会来对你求温情。王的新娘伫宫内非常荣华，伊会穿金线绣的礼服，伊穿绣花的礼服，互人带到王的面前。判家会在色女对伊伫后壁，来到伫你的面前，因欢喜快乐，互人带入去王宫。你的子孙会线接你的列祖，你要设立伫因全地做王。我要互你的名代代受纪念，万民会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感谢听阮的天父，享受属天的恩典，求主帮助阮活出实际的见证来领受主的恩典，无互阮伫基督徒成做束缚的贼仔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